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我是冠军，欢迎收看1月29号中嘉台南地新闻。陆委会主委陈明通最近针对大陆的交流，积极拜会各县市长来提出意见。下晡伊拜会咱黄市长时，黄伟哲强调，这位市长将以市民优先，只要对市民好的，在无违反原则之下，一定会努力拼经济。伫日前，习近平来公布着对台湾的5点宣言以后，总统蔡英文就强力来回应。对此，陆委会主委陈明通即马也积极走访着各县市来拜会市长，针对着两岸交流来交换意见。29号来到台南拜会市长黄伟哲，陈明通来强调，要拼经济嘛要顾主权，地方中央团结做伙，才会当行个远。只有把大家团结在一起，才有好的策略。我们被人家统战，被人家分化，那这就是非常这个糟糕的事情。所以必须先团结国内。既然我们不愿意被北京统一，既然我们不愿意接受1国2制，我们就必须团结在一起，不分蓝绿因为我们拿的都是中华民国身份证，我们要守住这个中华民国身份证，我们要守住中华民国台湾这个护照这个护照，我想这是一个全民的共识所以我最主要来沟通，来交换这个意见。但市长黄伟哲也表示，地方政府的目标是拼经济，只要是对市民好的，伫咧无违反原则之下，嘛会骨力拍拼来拼经济。但地方在发展经济的时候，我们有时候碰到一些政治议题，我们当然是要主要还是要降低政治冲击性。所谓这个政治0分，经济100分。这个不是谁说的口号而已。我觉得其实地方要努力来做，降低一些冲突。但是在大原则的坚持上，我们还是要跟中央政府做最全力的配合。陆委会主委陈明通来表示，台湾民众并无接受1国2制，中央甲地方即马就爱徛做伙。若是去用分化去，是非常歹的代志。所以即马无分哪里，大家拢爱团结做伙。台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为了加强并且维护过年期间的交通甲治安，市警局对28号暗时展开为期15天的扩大联检。对此，市长黄伟哲嘛亲自前往慰问，并且到警方所设立的检查站送暖包加菜金来奖励因的辛劳。台南市警察局改变过去教育的方式，今年加强重要节日安全维护的工作。该采用干部视讯来办理全台南市伫咧同一个时间要来实行扩大联检的勤前教育。市长黄伟哲出席会议，也勉励着警察同仁要合理并且严格来执行法律，守护市民的安全。接下来15天是各位工作很辛苦的时候，因为每逢佳节倍思亲，当大家在团圆吃团圆饭的时候，我们在寒风中执法。那更加辛苦，但15天之后，整个工作结束之后，我想治安维护的工作还是持续，就是这样的精神造就了台南的治安的满意度全国最高，也因为大家不吃案秉公执法，可以让我们整体的民众对治安的工作都有深具信心。他非常肯定我们所有警察同仁。在以前的努力，他非常肯定也认同，但是他为了守护这个繁荣的大台南，他提出了一个前瞻的构想，他要我们台南的警察要有行动警政的观念，我们要随时滚动式的随时来检讨，看老百姓需要啥，治安有啥物问题，老百姓的痛苦会使反映出来，警察要有能力会甲解决。所以我谢谢黄市长，他上任短短的1个多月，在他第一次接受采访，他就说，台南的警察甲别位警察无同款，黄市长非常的了解。市长黄伟哲也亲自前往位伫咧北区的社区巡守据点，亲自来关心着巡守队员，并送上暖包。
提醒因伫咧寒冷的冬天，嘛要注意身体保暖。市长清澈的态度也引起民众高度的好感，纷纷要求合影来留作纪念。随后，市长黄伟哲也亲自到警察东林设置的临时检查点，视察因的工作状况，避免令因伫咧辛苦做工课的同时，嘛要注意自身的安全以及身体的健康。台南新闻王志豪采访报道。今年春安演习对28号一直到2月10号为止，对出文兰社区为了加强民众对犯罪事件的警觉，特别甲咱第6分局合作，28号晡举办防止窃盗、抢劫、甲诈骗等等的游行宣导，吸引侪民众注目。台南市警察局第6分局甲文兰社区，伫每一档春节进前，拢会举办预防犯罪游行宣导。今年的主题定为防窃、防抢、防诈骗，邀请第6分局长许坤田、金华派出所、议员蔡淑惠服务处、文兰社区发展协会以及李明做伙唱歌宣传，吸引真侪过路民众的注目。今天祝大家新年快乐，大家平安。过年这段时间一定要特别注意，注意安全。谢谢。过年这段时间呢，厝的一定要特别安全注意，家厝呢。咧煮饭啊、甲煮啊，还是甲煮汤啊，一定要特别注意，因为防火呢，过年大家要过得足欢喜啊，厝啊有灾害啊是啥哦，过得嘛足艰苦，所以呢，拜托咱大家呢，咱这新手队，咱这好朋友呢，咱特别注意，等下去宣导者。警方今日来参加这个宣传的活动，包括无疑是希望咱过年期间会当互大家安居乐业，除了阮警察的努力之外。嘛是爱拜托在座的各位乡亲大家尽量帮忙提高警觉第6分局嘛呼吁存提大量现金，民众会当向警察单位申请好超的服务。春节外出旅游嘛要做好防盗的措施，接到可疑的电话要借钱嘛要提高警觉，才袂互诈骗集团骗去。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为提供方便的公共运输服务，市府开2000万改造转型环境，将原本的永康车站外面的公车停靠站整合到火车站边啊，所以民众现在坐火车到永康车站，就免搁再行到外口的大路来坐公车，相当舒适。台南市政府开了2000多万，将代替永康车站的转乘环境做优化改善工程。这个转乘站伫启用了后，将会造福市民更加优质、舒适又阁便利的服务。民众以往坐火车到永康车站，若要转坐公车，就必须要行到外口的大马路来揸车。即马只要伫咧永康车站边啊，就当坐车，相当的方便。请启动！哇，诸事大吉，祝福大家诸事大吉，转好运。今天永康车站的一个优化，包括它的运输，还有包括它的景观绿美化，我觉得其实都是非常好的。我自己过去担任过永康县台南县议员，在永康选区的，也住永康，我在永康也有自产，所以我觉得其实作为永康市民来讲，永康居民来讲，我们非常高兴看到这样的一个进步。过去永康车站大家都是有点说想要快闪，就赶快接的人就赶快走，根本就不想这边多停留。但是我们希望说，借着这个优化的这个建设以后，可以让市民来到永康，不管是接送，或者是来这边休憩或游憩，我们觉得都是一个好的所在。交通局指出，永康转乘站完工启用了后，各路线的公车将会在1月30号开始改到站前城市的候车亭来做服务。原本伫8日街永康车站站牌将会公布取消，请民众爱多加注意。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现在咱路边的外包收费员拢是伫北区甲安平区，但是伫其他区域意外当看到这个外包收费员，引起议员柯玉玲等人关心。议员认为外包的收费员只有40外个，如何做到80个人的业务量？怀疑因有过热的状况，要求天管处检讨。市府伫咧去年6月份，就将安平区甲北区的路边停车收费业务外包，
3档的合约会当为市府赚4亿5千万的收入，但市议员徐友仁来指出，同款的人事成本会当创造85个就业机会。市府为什么要委外办理？根据因的了解，即马委外收费员也只有40几个，要安怎来承担85个人的业务量呢？厂商他得标的标案是1亿1000，他如果聘85个人，他就要花掉1亿800多万，那他没有利润呢，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委外的厂商，他就没有聘足到85人呢，好，他只有聘到40几个人呢，来拼这个业绩啊。那聘到40几个人来拼这个业绩的时候，他就上班的时间可能超过12个小时啊，对不对？好，就猛开单了，有一些不合理的现象啊。所需要的这个停管的人员，人员数是180人好了。那这180人里面，他按照原来的约用或雇用契约书的去进行这些工作哈。那假如所花的人事费用跟其他的成本是固定值来讲的话，那今天说难听点，为什么有什么必要委外？你把它委外，代表说中间会有利润差嘛？那这个利润差会降出，等于说是这个投标单位他必须要能够抓到这个利润，他才可以做。换句话说，他在招聘他自己员工的时候，是不是他劳动条件会更低？除了收费员的人数问题以外，议员也针对着外包案伫咧安平区甲北区，但煞伫咧其他的区域，会当看到即寡委外收费员，而且做工课时间超过12点钟，嘛引起了议员的不满。他现在委外的，他开是遍布在台南市，每个点他会去开，还有他们实际上如果是请了40多位，跟我们1亿多理论来讲，我们要到85位的人力，那么他们就减一半了，减一半可能他是他们委外的问题。我们现在他委外怎样去开，我们先不要管，我们先针对我们委外的地点，跟他没有在这个范围里面所开的，这个我们要来整顿一下。委外是合约是只有安平跟北区，那既然合约是这样子写，可是呢，事实上却是全区开，这个说明一下好不好？停管会代表表示，这个状况拢会带入去市府内底重新讨论。当时有团员外包收费员伫咧初4以后就要开始上班。交通局来表示，2月2号到2月10号，公有外口的停车格啊，拢是暂停收费的，请民众放心。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先新闻节马上登来新闻现场。你总以为你和男生一样。他工作，你也上班；你洗衣服，他换灯泡；他教孩子数学，你教注音。但有一件事不一样：50岁以上更年期妇女罹患心血管疾病症状和男性不同，若出现恶心、手麻、呼吸不顺、背痛等症状，请尽速就医检查。国民健康署关心您。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 book》台南爱读册。清代29号上午，选伫充满人文历史的古迹区举行校长苏慧珍继续聘任的典礼。会中校长讲起任内甲师生的各种互动，气氛相当温馨。虽然苏慧珍是清代创校以来第一位女校长，但是对于第一任遴选过关到上任，不但有学生抗议，嘛会更加珍惜这份职务。伊强调未来更加努力，互清代更较好。清代校长苏慧珍是成功大学创校88当来第一位的女校长。今年度伫咧经过清代校长续聘宾监委员会投票，做出赞成续聘的同意，
经过教育部核准，伫上午举办着续聘典礼，现场也就影片回顾过去伫咧任期当中，成功大学所完成侪重大成就。4年来，来自80多个不同国家的国际学位生，不仅使我们的文化多样性傲视同才，学生人数的成长比例也居全国首位。同时，和数个当地一流名校所合作建构的海外实体据点，更使成功大学今天的校园地图开展了全新的风貌。因为人才的限缩，我们更加了解培育的必要。区域失衡既然是存在的背景因素，我们只有着力于校园文化的经营和环境制度的改善，来面对这个挑战。接下来4档成大校长苏慧珍将带领成大师生，伫咧理论上来发展着知识甲文化科技，并关注着绿色以及社会责任，连接着咱台南这个城市，共同来面对未来更加困难的挑战。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观光饭店一间一间开，不过游客来去，不一定拢会留下深刻印象。对此，去伫咱盛怀酒店，除了扩大规模、设备升级，也善用周边农地资源，营造农村生态体验，甚至打造一座水tế教堂，成为盛化区新兴的地标。欢迎光临。位于盛怀商务旅馆，对去年正式改名做南科赞美酒店以后，经过2个月试营运，29号上午开3亿所打造旅馆，以全新的面貌正式甲大家见面。请用钱，掌声不要停！好，来我们看一下正前方，哦。酒店除了客房对原本的68间提升到172间，内部装潢特别是采用台南景点的壁画，拢是一大特色。伫开幕典礼上，董事长郭文俊表示，因坚持无食大陆团、无食底站休困的人客，就是为了维持大的高品质。加上因诉求是台南唯一有餐园景观的酒店，所以结合农村生态甲农作的体验，拢是未来发展的特色。我很想复制一个农村的意象，好，把我们一个星级的旅馆跟农村的意象整合，让我们回到从前。我相信每一个人在这边都会感受到，第一个鱼回来了，好，青蛙也在叫，萤火虫也出现了，好，所以今天我们农业局长来，好，我们李局长，我就希望让他看到农业的一个新的希望，其实就是要整合好所有的资源。饭店除了个投资旅馆加婚宴的会馆，经开超过200万打造这间水晶真爱教堂，吸引侪游客专工来翕相，变成新的打卡街区，加结婚新人真好的婚礼山点。我觉得这个酒店的话，是赞美酒店非常的棒，是因为它有很漂亮的玻璃屋，还有我们最浪漫的一个拱门，而且来这边的话，其实里面的话设施都非常的高级，而且非常的棒。我第一次看到这么美的水晶教堂，然后进去参观也觉得好梦幻哦，还有很多装置艺术很美。关起合并以后，台南的观光饭店一间接一间开，如何做出家己独一无二的特色，来满足消费者需求，才当永续经营。台南新闻郭文吉和乔邦采访报道。越南新娘李氏王艳日前办理爱心募款，除了为当地来筹募爱心基金，同时为了感谢台湾对18档来照顾，28号上午嘛特别前往幼民视障协会来捐款。寄来台湾18档的李氏王艳日前邀请越南的歌星到中华高雄进行慰问在台越南新娘甲乐港的义演。现场嘛举办义卖活动，募款除了作为越南的爱心基金，而且另外提拨2万块捐助给台湾的绿色团体。由台南市安平区建平里长报建峰的牵线，28号上午到建平里来台南市幼民视障协会捐助。我很感谢我们台湾的社会给我成长。我喜欢帮助那个弱势的人，我在越南帮助台湾有帮助到越南，所以我想说，
办活动，26号跟27号有义卖的钱，想谢谢那个胡金凤里长有帮忙我介绍幼民协会来回馈一点点心意，我们越南人心意回馈来这边，所以很感谢我们台湾带给我们有机会帮助还有协助弱势的人。这摆捐赠的2万块，协会嘛将运用伫4种乐龄师傅的买艺经费。协会非常感谢来自越南朋友爱心，同时献上感谢状，希望因有缘会当来示范中心体验一下乐龄师傅的功夫。台南新闻古博义采访报道。为迎接春节假期，安南区的南平社区特别推出农村市集，等一个丰富好生活动。同时，公所嘛替游客整理新春旅游的景点，让大家当轻松来游台港。为伫安南区的南平社区，这几天开始推出春节活动，今年嘛以金猪迎新春、南平过好年为主题，现场安排坐铁牛仔车、大型儿童气垫设施等等丰富活动。到时嘛，将有农村的市集，要互民众体验南平社区的农特产甲文化特色。迎接新的一年因为这一个年假有好多天长达9天的假期，那民众回来家里可能很多的时间都没有的地方去。那里长很贴心就弄一个农村市集，那也弄一个牛车虽然不是真的牛去拉，它是用汽牛那个机一引车来拉，但是是一个牛车让民众在过年期间可以坐着牛车在我们村落里面来游览一下，看看我们的村落这种自然的风光。那也邀集了很多的小市集很多的摊贩朋友来这边提供我们过年过节一些小吃一些玩具或者一些农产品等等让大家在过年期间不用跑到很远的地方在地就有一个好地方。这摆安南区嘛推出新春懒人包，只要扫描 QR code， 就当看到这安南区食的甲耍的资讯，让游客轻松游台港。安南区公所就将我们南新里这个过好年的活动纳入我们安南区的一个新春活动的懒人包。那安南区地大物博它本身融合了文化生态还有产业等特色。那最主要在过年期间大家都喜欢跑到户外去。那其实安南区是一个很广阔的户外旅游的好地方，所以有好吃有好玩，又可以住，然后又可以到庙宇去贺岁祈福，好运就会来到我们的身上。希望各位观众能踊跃的到安南区来走春。过一个好年。安南区除了这风景区以外，嘛是庙宇真济所在。如果民众过年期间无想要到外地人客人，安南区嘛是一个真好的选择。台南新闻古博义采访报道。过年期间，真济庙宇拢会办祈福活动，其中台湾武陵宫嘛无例外。庙方表示，尤其初八这天，也特别邀请市长、甲议长来现场发红包，要为信众这一冬再来好运。台湾武陵宫每一当新春期间都会举办一系列活动。今年对农历正月初一开始，一直到元宵，每一天都举办祈福仪式。除了点太岁、光明、文昌灯以外，也有行7星平安桥，场面相当盛大。礼道是由咱的玄武上帝指示为着要庇佑所有的信众全家会当人合家平安来年会更加的前途更加的光明。另外，伫初八这天，庙方嘛将邀请市长黄伟哲甲议长郭信良来现场发红包，为大家讨一个好彩头。正月初八这个咱纪念着玉皇上帝足够大典的团拜，相当的幸福。这个所有的信众
在咱典礼完毕，当然啦，拢依照惯例，恭请着咱的市长黄伟哲，议长郭信良来担任主席官呢。台湾舞阳宫新春期间每一天拢举办活动，烈风欢迎所有信众到场参拜，保庇出入平安，发大财。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过的。接下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现在是最风有时好天天气，温度16度到25度，袂落雨。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7级。接下来收看1月29号中嘉台南电影新闻，咱再会。